前一站国庆连假的时候，台北车头的大厅有查某人受到性侵害。早起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就邀请交通部、代替公司等相关的单位来针对代替车头、旅客佮员工安全来报告。代替是表示讲，后个月开始，台北车头会来增加保全的卡手，卖甲铁路警察做伙合作，定期来巡逻。今年的双十连假，台北车头大厅哪像有发生性侵事件，惊动社会。另外，根据统计，台铁最近半年以来已经发生7件员工被攻击的事件。有立委讲，台铁治安出问题，旅客的安全措施嘛爱检讨。台铁讲，按11月开始会增加专职保全和铁路警察成立联合网络，8点钟来定时巡逻。今天是台北车站发生的治安问题，大家很重视。那如果说改天有任何一个车站发生治安问题的话，我们又要再检讨一遍吗？台北还有高雄跟台中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有针对去深入的去了解。那目前我们看来比较有需要的就是台北站呢，我们现在是先这样做。另外，有立委讲，网友伫社群平台发文讲，台铁和旅游业者合作。全台首创电路观光列车海防号，工作人员竟然用高级航路航道部，批评业者把食安当作囡仔耍。我们海丰号每一个人去回来都很满意嘞，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幕，看到这一幕他就根本无法这个吃喝哦。我们会严格的要求这个承商。台铁讲会约束业者确保食品的安全卫生，因为食安问题袂当吞论。那台铁夜点会的调整，即马当时已经统计审议，上悬会当按现时120块变做400块，按是明年正月初1开始实施，希望会当真正照顾到旧年做夜班的员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